歡迎翻到嚟每週交易點子，我哋呢個節目呢會有好多唔同嘅外匯同埋貴金屬嘅資訊送翻俾大家。唔想錯過呢，記得撳翻個 subscribe 掣啦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先睇睇上週嘅市場狀況。先睇睇係美元對日元嘅情況啦。上週嘅市場呢，主要受到3個因素呢大幅牽動走勢嘅。第一就係中東局勢緊張同埋原油價格上漲啦。第二就係主要央行，包括日本央行、美聯儲、加拿大央行、歐洲央行、英國央行嘅利率決議。第三方面呢，就係呢個日本央行嘅下場嘅干預，約係5萬億日元嘅規模。上週初啦，美國與伊朗呢嘅直接協商無果而終啦。比起買入美元嘅情緒升溫，美元走勢偏強，市場憂慮霍爾木茲海峽長期封鎖推動油價上升，通脹再現嘅預期呢令利率上行，進一步提振美元。日本央行決定維持現狀，然而支持加息嘅票數呢係增至3人㗎啦，加上物價預期上大幅上收啦，使市場解讀為偏鷹派，按兵不動。日元一度走強嘅，不過植田行長喺記者會中並未暗示6月嘅加息。日元升幅嘅程度啦，因此係受限嘅。另一方面，美聯儲雖同樣維持利率不變啦，但有3名嘅成員對偏寬鬆嘅措辭投下反對嘅一票，形成咗偏鷹派嘅維持現狀。市場對年內減息嘅預期迅速降溫，甚至開始猜測2027年再度加息嘅可能性。美元強勢格局延續，美元對日元刷新年初以嚟嘅最高位160.72。喺呢個背景之下，日本財務大臣同埋財務官接連發出極為強烈嘅口頭干預信號，市場警戒感升高。隨後，日本央行實施約5萬億日元規模嘅實彈干預，美元對日元自160嘅區間急跌至155中段。其後喺美國利率高企同埋油價上漲嘅支撐之下，美元獲得下方嘅支持，最終收於157嘅附近。轉鏡頭，我哋都睇埋貴金屬嘅資訊啦。上週初黃金嘅價格由4729美元每盎司大幅下跌至4500美元每盎司附近。隨後逐漸恢復，最終以4617美元每盎司價格收市。主導價格嘅走勢因素仍然係由伊朗局勢引發嘅全球能源通脹擔憂。上週主要央行均按兵不動嘅同時，有多個央行顯示出偏向鷹派嘅立場，打擊市場情緒，導致黃金價格承壓嘅。我哋再睇睇就係外匯同埋貴金屬持倉嘅變化啦。先睇外匯方面啦，變化得比較多呢，就係呢個歐元對美元啦 ，Euro Dollar 啦，由前週嘅約30%嘅賣出啦，變成而家接近80%嘅賣出㗎啦。黃金白銀呢就變化不大嘅，現時就呢個黃金方面啦就維持住7%嘅買入，白銀方面啦就維持5%嘅買入。熱門交投嘅選擇方面啦，外匯方面首位啦就係打拉 yen 啦，有5%5。緊接其後咧就係澳元啦對美元，同埋歐元對美元嘅。貴金屬方面啦，黃金仍然都係最熱門之選，有9%2嘅。我哋睇埋黃金嘅日線圖啦，支持位咧會落喺4465啦，阻力位會喺4726嘅。今週市場嘅展望係點呢？我哋一齊睇睇啦。本週係喺央行事件告一段落之後啦，中東局勢同埋原油價格可能再次成為美元對日元嘅主要驅動因素。美伊是否重啟直接協商，以及
霍爾木茲海峽封鎖能否避免長期化，將大幅左右走勢嘅方向。若果油價呢係喺$100附近高位盤整啦，美國利率下行嘅空間有限，美元對日元料維持偏強嘅走勢。反之，若霍爾木茲海峽出現改善嘅狀況，油價回落至去到$80嘅區間，美元對日元呢將出現下行嘅壓力。此外，上週日本央行呢嘅干預行動，強烈向市場傳達政府同埋央行對160日元定價嘅高度敏感。片山財務大臣明確表示，果斷措施嘅時點正在接近，24小時應對。一旦出現美元對日元長時間停留喺160以上嘅風險，再度干預嘅可能性相當之高。尤其本週日呢，本處於大型嘅年休期間啦，市場嘅流動性容易下降。若喺流動性呢薄弱嘅時候呢，日元去急速貶值呢，將會容易觸發干預。呢個係要特別留意嘅。整體而言就係呢個呢155去到160嘅日元區間呢，就係一個基本嘅主軸啦。喺當局牽制住口頭同埋實際干預下啦，160上方呢嘅壓力呢係好沉重嘅。原油上漲引發嘅通脹升溫疑慮啦，退升利率嘅干預啦。重點關注呢仍然都係喺中東局勢嘅走向。若果美國同埋伊朗達成停火協議，解除霍爾木茲海峽嘅封鎖啦，油價下跌並重新浮現美國減息嘅預期。先前因為避險而建立嘅美元倉位呢，可能係回補嘅。美元對日元呢，有較高機率呢跌破上週低點155.50嘅。去講翻市場嘅公佈嘅數據資訊方面呢，大家要留意邊幾點呢？週二方面就有呢個美國嘅 ISM 服務業指數啦，澳洲嘅 RBA 政策嘅會議啦。週四方面有瑞典央行同埋挪威央行嘅貨幣政策啦，亦都有英國方面嘅選舉啦，地方選舉嘅。週五方面呢，特別要留意啦，就係4月份嘅非農業就業數據啦，呢個重磅嘅資訊啦。另外亦都有加拿大嘅就業數據同埋日本嘅每月薪資統計嘅。今日嘅分享去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